随着南区观光城没落，目前迄个所在嘛有安全甲治安疑虑。目前还有65间摊商收到摊位，市府因为安全性送强制执行。伫今年1月，法院予摊商定数1件期，但来来回回，阁过了几个月，议员蔡少辉伫议会就要求市府要有动作。这边我们有持续跟自救会在开协调会，然后也很明白告诉他说，他上面是有危险的。局长，观光城拆与不拆，我没有绝对的立场，但是如果不拆，你的安全到底安不安全，你要有一个保证。即马就是讲建物的部分，阮会有，阮即马嘛咧签迄个申请拆除执照啦，吼，会针对部分性来无占用的部分性来拆除啦。所以如果局长你跟我安尼意思是讲，你有申请拆除执照，是，表示你们市政府的立场是要拆咯？是，对，是上面就是那个香涵以上的建物，就是所谓的观光城上面的建物嘛。对着南区盐埕大牌，伫罗清地做市长时，曾经编列3000多万来征收，但李南街老旧伤害问题严重，也无征收过。议员就烦恼，市府若是无做好防范，会有坍塌的危险。老旧，伊就是有钢筋裸露，所以就是香涵爱所谓的要加强嘛，补强或是重新施作嘛。我们现在有提一个竹溪第4期了。是第4期工程3.85亿了啊！这保温的包括水质的改善，包括那个老旧香港的一个改善。另外，针对明年全中运伫台南，刚受做好各项筹备，议员李中庭嘛来做关心。全中运114年，在明年的4月19嘛，存无到差不多11个月的时间嘛。那其实我们都已经开始在规划了，已经在动了，已经在动了。那我想要了解讲，目前呢进度是哪？我们在这个月底就会跟高中体总完成每一个项目的这个裁判长，裁判长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会进行竞赛规程跟场地，还有一些相关的器材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就会着手来做采购的事情。记者张硕维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